为培养新一代公民媒体素养能力，由政治大学传播学院甲中嘉达胜集团来合作。今年首次伫台南举办媒体素养的夏令营，结合政大传播学院的专业师资，甲中嘉集团业界的经验，规划3天的课程，透过专业讲师的授课、数据资料的实作，甲团体工作坊的方式，增加高中青年学生对媒体素养相关课程的了解。其中包括参访中嘉集团的制播中心，学习采访、摄影、配音，甲坐上主播台等实际的经验，让每一位学员拢收获满满。对媒体素养还有新闻判读这部分比较有兴趣，所以看到这个活动就想说来参加看看。因为我对媒体有点兴趣，然后刚好有这个营队，然后也可以借此培养我的媒体素养。那请问你觉得参加这3天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？我觉得老师教我们了分辨假讯息的网站，然后还可以来摄影棚参观，我觉得很有收获。由中嘉达胜集团出资赞助政治大学传播学院，并且由政大传播学院媒体素养研究室来执行，对111年推出3档的媒体素养教育推广计划。政治大学传播学院的教授刘慧文表示，今年更加首次扩展到台南，并且举办暑假媒体素养的夏令营。我们今天是在台南女中跟中嘉集团合作做这个媒体素养的营队。那因为媒体素养除了是知识上面的一个培力之外，其实很重要是要认识媒体的实际的操作的环节。那中嘉在这里有一个摄影棚，对我们的在地的同学来讲，认识这里的摄影棚，我们觉得是可以提升同学对这个业界的一个理解跟认识啊。所以就今天呢，就带领大家一起到这个中嘉的摄影棚来参访。我们这次的合作确实是第一次离开台北市哈，然后主要就是在中嘉集团的协助之下哈，过去跟中嘉合作长期合作的台南的4所高中，我们就首先以这4所高中的同学作为媒体素养的一个培力对象。那未来呢，也希望透过借由中嘉在地的连结呢，让我们能够进到不同的区域去哈。那不管是城市或者是乡村，我们都希望可以把这个媒体素养的这个概念啊，还有一些培力的内容带给大家。3天的课程涵盖事实查核、资料视觉化、加实习媒体人的活动等，透过团体活动加经验的分享，增加学员对大众传播相关课程的了解，并且提升学员阅读加口说表达的能力。3天课程在结束进前，并且举办成果发表。达胜资本执行董事张伟婷嘛特别南下参与成果的发表会。对着学生的表现相当的惊艳。我们达胜跟中嘉其实在台北跟高雄，还包括台南，都有透过14所高中去举办微课程的活动。那我可以说，各位台南的学子，你们是最幸运的，因为只有你们有这样子媒体素养的夏令营。那刚刚各位同学呈现的视野、深度、思考的广度。还有你们报告时候的口条，我是非常非常惊艳的，所以我在这边希望可以勉励各位，就是说夏令营不是只有这3天而已，其实你在这里面学到关于媒体素养的任何事情，师长们带给你们思维上的启发，甚至你们每一位呈现出来。让我也非常惊艳，就是许崇老师提醒的反求诸己等等，做一个宽容或是包容的人，甚至不为这个平庸而邪恶，就是我们要站出来说做出正确的事。我觉得这些都不是只限在夏令营里面，如果各位可以带回去你的生活里，带回去你的班上、你的校园，还有也许你的社团里面。我想这是我们媒体素养更深一步的意义。最后会中并且颁发个人加团体奖，个人奖有最佳 MVP 加最佳参与，团体有最佳内容呈现加最佳媒介选用奖，分别由政治大学广电学系的教授许琼文、台南女中教务主任胡瑞元加达胜资本执行董事张伟婷来颁奖，并且颁发结业证书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